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6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申命记32章15节到27节，39节到43节，路加福音第9章21节到2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唯一。2026年6月27号早起7点50。我就已经到三百教会建筑的工地楼顶，这个营架吼，约略是差不多是8楼地板的高度啦吼。因为迄日吼，要进行灌浆的工程，前2天呢下晡拢落雨，工地主任各位兄伊就讲吼，感谢上帝，又搁替阮做吼准备啦，事先帮阮来压淡这个房屋。但是6月27号早起，确实安尼日头真猛。阮的厝边仔讲，哎哟，哪会安尼啦？头前9摆恁咧灌浆吼，拢是落雨真好的天气吼。灌浆的好天气就是讲吼，落湿湿啊雨安尼吼。前9摆拢是安尼。今仔日怎样会出大日呢？咱真感谢厝边的关心嘛嘛真正真感动伫这个情形不过我谨算者来甲伊回答讲大概上帝讲今仔日灌浆面积遮尔细就互恁家己处理就好啊。迄大面积的我拢已经处理好势啊。但是就伫阮咧开会下晡的时间，约略大概3点半左右。听到外口咧落大雨啦对地伫要结束4点半灌浆完成，5点半收拾完成的灌浆工程来讲，确实一场真及时的雨雨拄拄好灌浆的边邦得到这个淡湿，天气嘛因为安尼来降温啦只有会当讲有助真好啦，是阮的信心无够。是啦，对2024年4月开始开工以后，阮经历着10摆大大细细平面面积的灌浆，上帝拢赏赐阮美好的天气。上帝是唯一啦毋但安尼尔，伊搁伫今仔日落雨了，互阮有2个相同的坑来提醒阮伊的约定上帝是唯一的是阮唯一的依靠。阮搁要靠啥物人呢？当然袂当靠毋着啦若无咱免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呢？基督徒更较袂当因为得到保守、得到祝福，就骄傲，就乌白来申命记32章15节到27节，这个39节到43节安尼讲着。以色列肥就松势，恁已经大苦搁粗鲁，皮肉筋骨就气杀，创造你的上帝，看见解救你的石盘。用别个神明来激你嫉妒，拜托可恶的偶像来惹你受气。因祭拜鬼神，这个鬼神毋是上帝，是因毋捌的神明，是新的，原来才有的，是恁的列祖无得惊的。生恁的石盘，恁无看重伊。生恁的上帝，恁袂记得伊。上主看见就放杀因，因为伊的查某囝惹伊受气。伊就讲：我无要去插因，要看因的结局如何。因是诡计的世代，无忠实的囝儿。因拜毋是上帝的神明，叫我嫉妒。因拜偶像，惹我受气。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来激因怨妒，用愚妄的国民惹因受气。我受气的火在倒，倒到阴间极深的所在，消灭大地甲一切的土产，
吞灭山的根基。上帝佮讲，我要不断用灾的攻击因，用我钱地内所有的钱射因，因为饥荒消受，互炎热甲瘟疫吞灭，互野兽咬着，互毒蛇攻击。外面有刀剑，内面有惊吓，互少年人甲在色女食年的圆仔，甲白头毛的老人拢灭无。我原本要彻底消灭因，互世间人袂记得因的名。毋过我惊因会对敌自夸，惊了因误会，惊了因会讲是阮破散以色列，毋是上主的作为。你着知，只有我是上帝。我以外无别的神明，我互人死，嘛互人活；我拍伤人，嘛医治人。无人会当对我的手头解救因。我天举手，我用永远的活命立誓，讲我要将我的金色色的刀磨来执行审判，报复我的对敌，报应怨恨我的人。我要互我的钱淋血。啉遐个受抬受掠战士的血，我的刀要食肉，食对敌遐个长头毛的领袖的肉。列国啊，着甲上主的子民做伙欢呼。上主要为着伊的仆人所流的血伸冤，报复伊的对敌，赎回伊的地甲伊的子民。咱只有一个倚靠，因为上帝并无有赏赐别个其他的拯救。就算是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家己有言的受难，对伫军队者来讲是一个真残酷的事实。但是却是上帝所赏赐唯一倚靠的方式。基督徒应该要有坚定的信心，要愿意倚靠耶稣基督，才会通得到救恩。路加福音第9章21节到27节，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这个代志。伊讲人子一定受真济的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佮互人害死。第3日，上帝会互伊佮我。耶稣佮对众人讲：要对我的人，着否定家己，逐日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会丧失性命；为了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伊会救着性命。人得到全世界煞丧失家己，还是毁灭家己，有甚物利益？对我感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子伫伊家己甲爸以及圣天使的荣光的中间来临的时，嘛会因为这个人感觉见笑。我实在甲恁讲，伊徛伫遮的人，有诶还未死，进前要看见上帝国。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旁，我有永远的快乐。求主保守阮，特别是阮面对挑战、困难、失去信心的时阵，互阮会通全心全意来倚靠上帝，坚定相信并且倚靠上帝。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